好，来继续正大消息，来看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，今仔日是登记的最后一天。台北市的前市长郝龙斌一透早伫新北市议长的陪同下去登记，也毋过张亚中的支持者是一直甲发落台。那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琪，昨暝是伫咧面册来铺文，讲伊无要选，讲伊支持郝龙斌，甚至传出讲伊私底下要来抗退掉罗志强。不过罗志强讲，伊要选到底。前台北市长郝龙斌伫国民党立委和议员差不多30个人陪同之下，来到中央党部登记党主席的选举。不过另外一边，阁有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的支持者。老先生下来。国民党主席选举今仔日尚未登记日，张亚中透早头一个到场，尾后郝龙斌大约过20分钟到。两边的攻防拢伫咧替特别上场的电视辩论会。我们看到的是闪躲，我们看到的是逃跑。赵少康先生，我作为参与者，我同意邀请你来代表郝龙斌。没有不参加辩论的问题啊。也没有所谓反悔的问题。我9月17号才变成这个候选人，我不会在没有成为候选人之前先答应参加辩论。那这是双方联系沟通上的一个误失啊。郝龙斌强调，敢若头一场无来，后2场一定会参加，强调有信心会赢。议长系统的新北市议长蒋经凤出来相挺，前一天才被罗志强登记的市卡新冒到场。根据了解，就是因为立法院国民党团总调鲍坤琪私底下联络，串联哪位同齐支持郝龙斌，罗志强得到前总统马英九赞声。另外，第二个是面前争取军系支持。虽然南亚党魁登记来到上尾一天，参战名单卖确定，党内攻防嘛伫未启动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